最近有遊客在墾丁國家公園的海邊發現有人在抓海膽、五鳥貝等等的生物，警方接到通報了後，是已經把人抓走上班，嘛依照違反國家公園法來個處罰。秋田就用海波，警方發現炸地下這查甫人行為是真可疑。你在那邊幹嘛？去扣雷啊！去扣雷啊！係啊，這袂使去扣雷啊！原來這個人，互遊客看到暗時出現佇後壁湖大光沙堡的海波，也閣敢若佇扣掠水中生物，趕緊來報警察。接獲民眾檢舉，在墾丁國家公園保護區內有人捕捉海螺，本大隊隨即派員前往查緝，發現民眾正捕捉海螺及海膽等海洋生物。警察對這查某人隨身所在地下內底發現海膽、五鳥貝，也閣扣雷啊，這個海洋生物，有是甲伊移送法辦。當地民眾有時候他們還是會想說，他們以前都可以去捕捉那個魚類啦，或是撿拾貝類來利用。那我們有一直在宣導，但是還是有極少數的民眾會這樣。墾管處講，這查某人是當地人，已經依照違反國家公園法解罰，並且將這查某人所採獲的生物放佇原來所在，也強調國家公園內底任何生物攏袂使採獲，除了繼續宣導，也甲當地之間密切聯絡，強化通報，也閣有防機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